同学上课了，5分钟之后教室集合 ，Go 动起来，脑袋有洞。昨天刚挖的吧？阿达，你还真的跟去变阿达了？真的不会啊？不会是你讲的？就真的不会吧？不然你要怎样？干什么球啊？帮你耶。各位同学上课。你看老师今天穿的造服帅不帅啊？我们同胞们跟我动起来哟！我是年轻人，就要动起来。1、2、3、4，跟我这样一起喊，不管年轻人不人，就是要你动起来。右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哎，你们真的没活力了！我是年轻人，就要动起来！不一样啊！我是年轻人喂，我是年轻人。爱着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袂倒嘛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后下。我是老年人，已经打不动。哎，你们是年轻人哎，快点！不要跑了啦，无聊死了。他打干嘛跟你跑啊？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不要跑了啦，跑是要干嘛啦？什么？跑这干嘛？跆拳道不是只有基本动作，体力很重要啊。原本我们都还有体力，跑那么多趟，怎么还会有体力啊？对啊。好啦好啦，走啦。哎，走嘛，你们俩不要黏在一起啦。哦，你累了。动起来嘛！啊，滑小样子，快走！哎，姜老师，
阮今仔就欺负的啊。无啦，可能迄硬唔会搞啊，像天摆做个跆拳道的形状嘛，可能方法有点问题啊。要去听，我要叫他们散打。喂。从今天开始，以后这个时间由我来教你们散打。干掉！打！快点打！干了！打！好吧，训练！好乱呢！大家那个以后大家下体不要踢哦。继续啦！跳一下。干掉！干掉！好了好了，打他妈杀全家！换一组，我们谁要打？我！漂亮。两个跳旁边去。金王加油！哦，干！大家不要咬了，其他人不要这边出拳，不是打群架。好，来，先退一点。小心哦。怎么样？他们这样不是乱打，那散打就这样乱打就可以哦，都不用教什么基本动作啊，做基本训练。基本动作当然要啊，可是哦，像他们这种个性，比如说跆拳这种，太规矩，他们会觉得无聊。先提起他们的兴趣比较重要，这是我方法。啊，你干嘛不早讲？是要看我出球？我是看到你出球我才想到的。分开，不是打群架。小平，你家开的？还是你在打工？难怪白天上课都睡觉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还是你？真的很烦呢，你不要多管闲事好不好？
咧想着你早毋知影死啊倒去啊！看恁爸无的哦，啊！你免是贫蛋呢？你即摆无紧去找无头路，敢是你骗唔着呀？ 用的啦啊！阿妹哦，哎，你还不开用的呢？我唔知，唔知。你昨晚无搞到伊就点衰诶？唔知啦。嘛敢唔知？哎，好风诶，要上课的呀。风啦，哎，当你提前半点钟就讲，不然不能骂都危死。好风啦！ 俺冇大夫落作，你要给他正义毛作夫。哦，真爱。哦，那细个七个不看的哦，还唔拉的哦。哦，我那要在全身无受的细娘大夫的哦。帅哦。发抖了才做几下，太迟到了哦，又不运动。 标准哦，标准一点哦，你有没？用的肚子痛的啊，要肚子痛，左边头哪痛，边跪边乖，我都这样。还可以带去本身上看一下呀。 平常款，用诶，哎，你平常款哦，啊，一年可以愿意多拜，对冇？哎，无得跟无小美批的啦，啊！要较注意点的啦，本身上看过较很平啊。去暗恋女性哦，用诶，你服侍人爸呀？我信诶。 爱丁去免我行山，哦，老东东主唱两字呀，我还冇爱记，叫因用个啥？我们不能没有你。阿弟唔讲迄整法啦，唔过而家碰下哈论无效，啊，真袂本片呢。交给你了。哎。 哎，等一下，你看小平。我哪知道？小平，小平 ，Hello， 小平，小平，上课。还在睡。小平，起来上课。上课了。 你咪当做你白是啊？你话人啊，大来哦，啊！我你后接咧啊！你有啥物态度？你
咪是无头路呢？你毋伫厝诶，你当作你袂无路用哟？你喺外口趁钱，叫你母啊！你当作你袂啥？不然怎样啦？你咪讲呀？啊？你有讲起来？啊？玉安啊，你看啥？你要看啥？啊！你甲你拍啥？你拍啥？你给我看！啊！他妈的想怎样啦？挂了，挂了呀！你是不是什么海了？你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大人啊？啊！赶紧回去嘞！赶紧回去嘞！赶紧回去嘞！你赶紧回去！赶紧回去！你来这啊！就喜欢了啊！哎呦！我怀疑这是一件家庭暴力的案件，我一定要通报家暴中心，和社工甲主管单位来处理。我是担心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啦。范小平之前在学校转过来的资料，上面其实已经有辅导室请社工介入过，家人不承认。徛在我的立场，我一定要通报。我知道，谢谢。小平，这个姐姐是家暴中心的社工人员，有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讲，他们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件。小平，你不用担心，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帮你处理，也可以立即帮你申请保护令，把你送到庇护所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再欺负你。是我自己跌倒的啦。小平，你要说出来啊！到底是谁伤害你这么多次？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不需要啦。小平，你这样子只是在保护伤害你的人。小平，不管如何，只要通报了，我们这都会。不要管我啦，就跟你们说我是自己跌倒的啦。先生，你儿子检验报告出来了。哦，红磊啦，过来。是没有多大问题的，从 X 光片看起来啊，他肚子里面都是大便，我会开一些那个软便剂给他，他如果不会塞的话，你就帮他塞。以后记得哈，要让你儿子多喝水、多运动、多吃一些鲜果的食品。你知道他不是我儿子啦，他平常都吃乖乖啦，吃乖乖甘美会便秘哦。哦，这个样子。吃乖乖会啊，叫你要吃乖乖。小平，
小平，你要相信我们啊！我知道要你说出来不容易，可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你，只要你愿意说。现在家福机构处理类似的案件都非常的有经验，所以一定可以让你不要再受到同样的伤害。小平，你跟老师说好不好？你这样都不说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帮你。只要你愿意说出来。小平，你烦不烦啊？你再吵，我连这里都不想来了。小平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有我电话号码，打电话给我。陈光啊，刚刚东东都给呕死了，我都要得。以后呕都没死，呕唔出来。菜底哦，用水哦，要给添盐。哦，那有按好的心肠，那当然咯，我搞不考，谁家大夫的？辛苦咧，想要加薪哦，啊，冇可能，没样意思啦。哟，搞不卡伊拥有走得了呀？是啦，干嘛都冇才啊。哦，我讲妹妹懂奇怪呢，三不两时哦，冇都不卡。唉，遐富人家都唔知想嘛个。其实讲生意哦，念在老公嘅身边就可以砸到伊嘅心。其他唔想啊咧，佢自家喺二奶呢，啊，生意就去上海，结果咧，5、6、7、8，发展来咧。我干嘛没懂奇怪啊？好，你都唔会顾到东东用嘅想。做嘛？用哎。唔错，哎，你还没想到东东哦，有进步嘞。阿公，啊？唔知哦，做人喺有钱有义嘅男子汉呢。啊？男子汉？那可能嘞，看唔出来。哎呦，那迄哦无想哦，当然攞去洗大夫的啦。娘夫卡嘅大夫诶，啊，娘老婆、娘小人呢，统统都买二出食，咁了茶呀一条。讲嘢做嘛？唉，东东家婆是俺小学嘅同学，伊都千交代万交代啊，一定会好好来照顾伊嘅小哦。老公，你啊吼，你说老我东东家婆。老想来，哎，我们走神莫喊到呀哈，还会很爱去哦。你很爱用功好言嘅镇店之宝呢？哎，你唔去，莫上挨落去啊！当然咯，那是镇店之宝啊。嘿嘿，你用啥呢？3年就通啊黑乱咯，我爱做戏哦，那这莫按好骗呢。公，有用。做唔得啦，伊喊讲哦，还在讲阮好讲我会痛。掠条小孩年纪还小，又无人车，你当然无按容易相信拍啥。哎，你可以慢慢来啊。慢慢来。啊。阿公，你还种事情用做得慢慢来呢？这就搞唔清楚啦，因为永远不你大都爱用，嘛解就唔讲，你就都唔知啦。原本你哦，看到家眼神红嘅爽哦，
真艰苦啊！无上，最近马家就做唔得做啊。对哦，做得攀家长成长班啊。当到总统好搞，就开始有安样的考场，你好上的啊，老家长啊，那个欣赏的观点会较好，系无？错。你可以先做家庭访问，哦，安尼总比伊直接去问人家爷爷讲，伊做乜打来到社会安尼较好啊？也表示，你嘅好言最关心也到社会，最起码本家条家长哦，较卷啊咧。马个办，有的办马个办，啊，我都安尼马个，啊，做肚子家嘿啊，啊，嘿嘛。马家都猫过来做，伊不会用的话，然后你马上，你看，安尼较搞，马家都会做，啊，调查局用来做调查局的事情啊，教育部事情啊，啊，个马家心理辅导中心啊，啊，你要这全部都不一样，你要做吗？啊，老一只谁没做啊？有得谈爱讲啊，俺没做医生演的呢，摸爱。老师啊，你看啦，我这领回去学校啦。你拄则讲什么班啊？家长成长班。你是嫌厝内底无水准哦？无啦，无啊，无你那叫我去参加什么成长班？因母也无闲啊，对吧？来，拍手。谢谢。谢谢，没。好了，乖了。你嘛较拜托老师来呢，你添水尔。无，我来买饮料哈。家长累了，不用。歹势，查某人哦，啥物拢袂晓啦。互你看笑呢。没有啊，这样照顾小孩怎么也很辛苦。伊安尼叫辛苦，囡仔爱顾好才有效啦。对啦，这细汉啦，无代无志，逐工哭啦，吼。若无哦，就看病啦。迄大汉的吼，你根本就讲袂听，气无法，是啊。唉。有当阵吼，去湾区的吼照三顿来啦，吼宵夜，搁有一个社工吼，讲阮甲日台。来，你甲老师讲吼，迄平常时吼，你管小平哦，你敢管伊有法？啊，老师啊。我这吼做人后者哦，歹做啦，你知影无？我若是哦无甲管教者哦，人看着搁掠做哦，我是看因无呢。你甲老师讲，我平常时对小平有好无？你讲，你平常时讲。好。两下无到细囡仔连书是唔上到，何高咱唔上去，东东的头脑是真好。俩种阿妹系来做目介喏，从来在社会面前无安尼讲啦。爱讲的系老师话，叫唔系唔对。俺用啥按多年的朋友，还张有法出讲，在社会面前哦，见讲野会嘅事情，对家庭也唔好啊。你咋好好的讲？无到安样龙龙散，俺俩学身体就唔好，
伊早礼拜爱随散白药啊，然唔伫做对是家己演哦。佮你遐，你东东以后嘛去上班无？用办法照顾伊。我咋个强硬落去做几好嘞？你老早睇咧，就发家都有钱，抢秋困的欧巴桑落好嘞。唉，个小的吼，迄无人照顾吼，佮伊出事是无人抵着坏嘞。虽然伊个书哦拖得也没几好，但系安尼可以让我想办法来补救。万一佢身体係冇坏得嘅話，結出才過咧，迄唔係聽嗌強下帝太美改偏好咧。我自家要報，我仲冇去咁年代。喂，王屁王，我唔是我讲的。你是你讲，你讲个第四。我你在干嘛？你闲了，你闲了，你闲了，你要拽，你要拽。小平，你别了，小平，小平，你放弃。你要拽了哟，啊，你要拽了，你不要担心。你错了，你放，你要拽了哟，你要拽了啊！你要担心，你要叫，你要叫，你要叫，你干嘛放下来？你不要放下，我不要放下，你别开了啊！你是不是走一走啊？你是走一走啊？你个是走一走的啊！你死啊你！你死啊你敢讲啊？夸大声，夸大声了啊！敢人讲啊，我给你解开了，好，你报警啊！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我要打死他！我要打死他！我要打死他！帮帮忙！我待会管薛原形，关心一下你们家里的情形。恁翁是毋是甲恁查某囝范小平拍着伤啊？警察先生，阮翁哦，啉烧酒醉啦，讲话哦有较大声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。没代志，他没事就可以把小平打成那样，他有事怎么办？其实每一个家庭拢会冤家啊，阮翁是啉烧酒醉，讲话较大声尔。小平迄查某囡仔嘛实在是吼，爱甲因遐应嘴应字，拢袂晓体谅讲因老爸心情咧。当遮个厝边隔壁大家拢嘛知影，伊即马困去啊啦，莫搁来吵起来好无？无安尼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失礼啦，失礼啦。
范妈妈，你是一个做母亲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小平的感受？他不是我爸爸。范妈妈，是我们坚持要通报警察，小平什么都没有做。我是安怎甲你教？我甲你讲，伊若啉烧酒醉，你若莫甲伊应嘴应舌，变伫咧房间咧热火，你是安怎拢教袂听啊？即马叫警察抓去啊！我一个人哪有才调饲你甲恁小弟？我都有赚钱给你用啊，为什么要拿我的钱去给他买酒喝呢？你摕钱转来，你上大毋？即马啥物代志你拢会当插人？你唔通袂记，是恁后辈外地人，是恁后一手留咱的哦。你还不要欺负多久啊？你害我做，你害我离婚。恁小弟一个人咧厝。啊小孩子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家庭，不是这样充满暴力的环境。你几岁？你就是讲要维持一个家庭是这么简单是？阮翁毋是亲像恁所想的迄款人，你若莫惹伊生气，伊就袂起骹动手。伊还会甲我下失礼。道歉，道歉以后呢？他不喝酒不打人吗？这不是我的事。小平，你若是要去申请什么保护令、什么庇护所，随在你。你若是要转来厝的，你就莫甲恁后一冤家。妈，可是我不在，他还是会打你啊。我莫插伊就好啊。你已经大汉啦，你有法度好好照顾你家己。啊，毋过我袂当互你的小弟无老爸。干嘛？谢谢。金针菇，限要第一個時間
做得转去所以啊。我哋阿邓小平，张代记转去，唔是啥。拜托啊！用个有可能晒他，骗都要骗死咯！哪个时代，用个有亚种阿妹咯？同个爱很好嘅冇去脚出去，哎，老嘅有书佬讲诶，有书佬讲哦，刘豆腐卡，真惊我都自己。其实我都在想哦，小平行的，我讲强强会老起头到身边。其实按钮算会等候哎。我之前有学生知道，然后他被父亲性侵害，然后妈妈还要告他说勾引。亚洲比论咪挺毛的吧？人家都叫人靠上好的提防啦。唔管怎样的家庭，至少要本基地，人家就要支持佢的，系冇？我会必吃豆，我宁愿提天数了。师兄看到了。要给他拿纸巾，不行，这太辣。建议得哟。哎，欢迎光临。你来了。跟你说，这边啊，左边是你的房间，然后右边是我的。啊，不，左边是你的，右边是我的。然后这边就是你可以放你东西，我已经整理干净，这样可以吧？小星星，来啊！那你自己弄一下。来啊，动哦。东西放。我讲哦，给小平啊，给张出烟，不考虑暗斗的事情，故说就要较保险的诶，无同唔同就想要留伫严家，好冇？乃迪啦，教头有说过啦，我又不是没血没泪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哦，暗达行，又暗讲，还一点的极品呢。哟，暗乖，来，来天数来。行不行啊你？打啊！打啦！过肩摔吧。鲁大哥注意点，金毛。接回过去啊！加油啊，金毛！可以啊。现在打输他。人他杀的来！金毛加油！我赢了。男生都不打女生。你们比较好，爽了没？哎，金毛哎，俺也是错的。懂聪颖，有进步。哎，阿公好，阿公好，阿公好。你好来了，来打神打。散打，哎呦，我个身体也打出散的嘞。我也仲似啊咧。喂，九生哎，我也得小学的要寻一最唔白的本啊。最唔白。东东，要加油！东东，找死吧！阿公，可以做吗？对你有自信。散打咩？被打你呢？打你？
挨都嘛本人打较大。哎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哦，不要受伤哎。骨头会散哦。骨头会散。老了就别打。弄丢了，命。加油！喂，谁喂？来，哎仔啊！你的阿公嘛个骗我。爱弟，哦，人军就要死嘞。你会死嘞啊！啊，你就起下来哦！哦，我会痛呢，会痛，哦，会痛真好，痛就响嘞，继续练，继续练，哎，阿哥见，阿哥再见。吃菜才会长高。好可怜哦，真心话嘴型。屌你啊！好可怜哦，哇！一时时入免怨叹，一时路免单单，那个失去。屌你啊！安静啊！三分去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我要打工。小平，你年纪还那么小，我们不急嘛。打工是以后虽然做在学员，但是我还是要打工。小兵，教头本来今天晚上是要带你去那家餐厅辞职的。我就是要赚钱呐。白天上课要。还有我妈妈跟我弟弟啊。小兵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家餐厅哈，用你这样的青少年打工，其实是违法。你们真的很烦哎！我就是要打工，不行哦。小平，啊，有了，我们都知道你的心情，哈，没关系，我们会支持你的。啊，你现在先放轻松，啊，平静一下。金针菇，你帮我跟部落阿公说，我可能没办法回去上班了，我找不到人可以帮我照顾小虎。要还蛮给啊？这包给他领谁的？我们是老师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陪着他们走过这个关卡。冲天高，自由自由，唔好上太高。天都已高起台风，唔也比天高。流婆，你用为安言，当个魔术嘅他。对多重新的眼，自由呀自由，唔好受里头，见多少嘅眼来做，汉江归唔得。